大家好，歡迎嚟到我呢個頻道啊！多謝晒各位。好啦，事不宜遲，我哋繼續討論下河馬呢個社畜戰速啊，咁啊好開心啦！嗱，馬車橫壓咗啦，咁啊冇人再可以做直播啦，話你啊想啦你阿河馬啊，咁又唔明咧，點解阿劉馬車嗰日啊對河馬冇興趣嘅喎？你成身臭嘅，你有毒嘅你，河馬啊！嗱，馬車連望都唔望你，你係咪好失敗啊？一個嗱，唔係話佢做嘅嘢啱定錯啊？呢兩個人都係衰格㗎啦，都係水啊！但係連一個風化犯、犯案累累嘅人都唔望你，可想而知你呢一個戰速已經咁低劣啦，真係嗰個質素。本來咧呢一件事咧，搞到令到阿林馬車由犯案累累嘅人，一下之間突然之間變咗網絡英雄喎、爭啲攞埋網絡嘅好市民獎咁啊！可想而知河馬嗰個威力有幾大啊！真係令到一個流馬車嘅人由負面咁差嘅形象，一下之間反得咁緊要喎所以證明一樣嘢就係河馬咧嘅黑人憎程度咧係超乎你嘅想像嘅。我哋睇下呢篇文章講乜嘢啊？2026年嘅春天，香港網絡生態迎來咗一場負能量嘅大爆炸負面加負面就係嘣一聲世界大戰啊！一邊咧就係天水圍墮天地獄獸嘅劉馬軒劉俊軒，因涉嫌喺4日之前連環11度非禮案而家還押咗噶啦。另外一邊咧就係東張西望嘅葉秀定嘅何太，即係意思話咧東張西望曾經訪問過呢個葉秀定嘅咁而家冇啦與可伯因互毆案而上法庭嘅相愛相殺愛唔覺有喎、由頭到尾都覺得係呃錢嘅喎、呃唔到就係呃唔到你做咩生意？你賣湯算把啦你街市嗰度何太靚湯可伯嘅二手湯，邊個夠膽飲你啊？你仲話出嚟做嘢嗰個河馬一請親佢咧，一定衰緊嘅哇！即係嗰啲佢所稱嘅黑粉連佢間鋪頭都搞埋死啊！真係冇人夠膽請你嘅河馬係正面係好，但係都唔好不切實際唔可以與呢個現實嘅環境脫鈎先得噶嘛。如果我係老闆嘅話，我都唔會請你啦。我請你翻嚟做乜嘢話你嗰啲黑粉搞埋嚟嘅，我連鋪頭都煩嘅喎，我間鋪頭煩嘅喎，請個人翻嚟咁樣又唔係人工平喎就算你免費人哋都唔會要你啦啊，即係驚你麻煩唉，兩位頂流只係唔同範疇嘅啫都係頂流嚟噶啦近日喺嗰個輿論惡搞中被網民強行拉線，連埋咗一齊，點拉到呢？香好難出到兩個最頂尖嘅所謂頂流嘅如果流馬真係網絡世界嘅網絡世界嘅物理攻擊者，葉秀定就係模擬一個精神防禦專家，兩個人嘅聯想啱啱爆炸式，好荒誕咗，上演咗一場嘅荒誕劇。其實佢喺青田村嗰單嘢咧我自己睇落去似一個鬧劇多嘅啫我有睇花生 show 咁睇嘅啫
更係對當代流量社會最深刻嘅諷刺。而家還押咗啦一個其實河馬仲未清醒啫。佢將呢啲負面嘅人見人憎嘅所謂人氣，變成咗一個好受歡迎。其實如果有人要咁做，大把人叻過你啦，河馬。就話揾幾百億嘅身家嘅人，你咪乜嘢咯？睇下全世界或者香港地你夠膽你就做啦嚇！你邊個有幾百億身家？你捧碗湯過去，睇人哋點樣應翻你咯，咁你咪知咯。邊個夠膽飲你碗湯啊？就係話幾百億身家，又話選乜嘢香港小姐？睇下你個樣，即係未清醒，仲要接下張惠妹、張惠妹機。你連張惠妹嘅經理人都揾唔到啊！人哋坐你都傻啦，你知你自己咩事㗎啦？獄中重逢，當大腿愛好者遇上內地定居申請者，青田一姐啊，啊近日睇法庭消息，流馬車因喺全香港嘅各區隨機抱大腿及觸摸女性小腿，被控10項猥褻侵犯罪。哇，好危險噶喎！咁樣，喂，一套電視劇呢，好似叫做正義女神我冇睇過，我睇過啲片段嘅啫。咁個法官呢，即係個女主角咁教人有啲判詞教人做人道理好有正氣凜然噶嘛。如果見到個流馬車，又係你，又係你，次次都係你真係咁你咩判詞都冇用噶喎。佢連坐監都唔驚，講笑啫呢啲，坐監都唔驚嘅。咁你有乜嘢可以控制到佢一個人係咪判佢終身監，佢又未至於又唔得流馬車每次作案動機都極其單純，佢可能只係佢想入獄之前揾一個大型嘅宣傳，哇流量砰砰聲咁升出到嚟又討論呢一件事，嗰條片又有幾千蚊落袋咁唔係辦法噶喎。流馬車洗濕咗個頭，同河馬一樣喺社會性嘅死亡，根本點會有老闆肯請你係咪請個麻煩友過嚟，咁我不如要一個正常嘅，冇添麻煩俾我嘅，即係嗰啲老闆咁唔好，使乜要你啫？其實免費都唔會要你啦。洗濕咗個頭冇辦法噶啦，學佢話齋流馬車喺收押所好感慨，人生只如初見，冇諗到喺嗰個葉秀定佢嘅靈魂伴侶葉秀定正喺區域法院為咗申請回內地居住而被法官狠狠咁拒絕拒絕咗葉秀定河馬返大陸住嘅可能性。喺呢段時間審緊呢段時間惡搞者嘅劇本係咁噶啦。馬車哥喺獄中以分影術嘗試透過鐵欄向外教大聲講話，葉秀定喺法庭上堅稱自己係受害者幾語無倫次要求由好友代為盤問證人咁始終犯咗一個好大嘅嚴重罪好市民獎係冇你份噶啦，流馬車你等住坐監啦罷啦你近日喺惡搞嘅熱潮入邊最廣為流傳嘅一張改圖就係流馬車穿着落嗰件標誌性嘅黑色外套正試圖喺法庭門口保護被包圍嘅葉秀定行開所以呢一幅圖所以廣為人知咁樣瘋傳，係因為大家都見到呢一個流量盛宴背後嘅
虛無。流馬車唔再係網絡小丑嘅惡作劇升呢到一個程度就係犯罪犯佢嘅升呢啦，叫做葉秀定嘅官司已經唔再係茶餘飯後嘅八卦話題，而係社會資源嘅巨大內銷。當我們將呢個兩個人連埋一齊嘅時候我哋笑嘅唔係佢哋，就係摸大腿互毆時代。跨時代嘅互毆，成為年度頭條新聞嘅病態時代。係今年為止網絡界最 hit 嘅話題真係佢兩個互毆年代互鬧嘅年代，互鬧好聽啲冇打嘅互毆年，喂互鬧年代。今年網絡界最 hit 嘅話題真係佢哋我諗成年都係㗎啦，哇！犀利流馬車再度還押啦，何太官司纏身咁或者係俾2026年嘅送俾香港網民最好嘅一課啦。好啦，幾叻你哋真係真係最巴閉就係佢哋你咩新聞點樣大事係真係你有咩新聞個花生程度都唔及佢哋呢一單嘢我諗呢2年都係佢哋嘅呢一件事你嗰啲乜嘢歌手嗰對乜嘢啦嗰對組合啦都個話題性都冇佢咁大而家好啦，今集講嘅時間差唔多啦，下次再見啦，拜拜。